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靈光一閃嘅頻道，我係 Karen。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我自己覺得嘅人生嘅前半世最應該要掌握嘅一啲事情嘅。我諗呢一個講法咧，同大部分好多人嘅講法會有啲唔同嘅。即係例如話，依家網上面有好多話20歲之前要做咩，30歲之前要點樣咁樣，但係咧，好多都會話一啲某一方面嘅技能啊，例如話要識得理財啊之類咁嘅嘢。但係我嘅講法同大家都好唔同嘅，因為我呢個係相對地比較靈性少少，希望大家用一個人生嘅角度嚟睇成件事嘅。咁我哋咧一世人流流長啊，如果話我哋去到80歲都唔死，咁可能你人生嘅前半世就係頭40年。咁我依家呢個年紀咧，未必可以同大家講到大概40年需要掌握啲咩，但係咧我都可以大概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嘅角度入邊，大家應該要知道啲咩，同埋有啲乜嘢要留意啊，乜嘢要反思啊咁樣嘅。首先第一樣啦，我哋最需要認識嘅一件事就係要認識自己。咁點解講話認識自己咧？我諗大家好多人咧，成世人咁耐以嚟都未必知道自己嘅喜好啦，又或者有咩長處啦，性格上面有咩優點缺點，有時候我哋就得好模糊嘅一個概念，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唔會好清晰具體咁樣講到自己究竟擅長啲咩，又或者除咗一啲技能上嘅優點之外，我哋有咩性格上面嘅優點等等嘅。所以我哋人生入邊最需要認識嘅嘢就係自己啦。我哋要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啦，知道自己究竟適合啲咩類型嘅工作啦，知道自己有咩天生嘅才能，亦都要去了解同埋認識我哋自己嘅身體。就好似咧，有啲人佢哋可能會發現自己壓力一大咧，就會有皮膚病嘅。有啲人咧就會發現自己嘅身體其實係唔適合一個禮拜返5或者6日工嘅。咁大家要了解一下，因為其實我哋本身每個人個構造都係有啲唔同嘅。有啲人佢嘅能量結構，佢嘅情況係適合可以好有 energy 咁樣做5日嘢、6日嘢，佢都唔會覺得好攰嘅，都會可以接受到嘅。但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只能夠努力地工作2至3個鐘頭啊，跟住就會冇晒 energy 㗎啦。呢一個咧，其實好影響我哋未來嗰個職業規劃同埋發展啦。又或者我哋未來究竟想靠乜嘢類型嘅工作啊、事情啊去維持我哋嘅基本生活嘅。雖然話我哋依家喺香港嘅社會規範規定，我哋可能大部分人嘅全職工作都係每個禮拜要返5日或者6日工嘅，但係唔代表個個人嘅身體結構咧都係適合呢一種工作模式嘅。當然有另外一啲人咧，佢哋甚至乎係可以返更加多嘅時間。有一啲人適合返夜更，有啲人適合返早更。咁基本上呢一個身體結構方面咧，係每個人都唔同。我哋好需要去了解一下自己嘅身體究竟適合邊一種嘅生活模式嘅。另外咧，想提醒一下大家，有好多人咧都會講一樣嘢，就話後生嗰陣時咧可以捱夜到2、3點鐘唔瞓都仲 OK， 都仲可以第二日好精神嘅。但係去到可能30、40歲或者之後咧，就發現自己冇咁多嘅精力啦。咁我覺得有一樣嘢需要提醒大家嘅，就係有可能呢樣嘢唔係關於你老咗呢一件事，而係關於你身體上面一路累積落嚟嘅毒素過多。就好似你本身有一間1000尺嘅屋，當你仲係20、30歲嘅時候，可能入邊你每日喺入邊抌垃圾抌咗2、3、4袋咁樣，你都仲有成700、800尺可以俾你自由活動嘅，即係你可能已經掉咗300尺嘅垃圾喺你間屋度啦。但係基本上咧，你平時瞓覺、行路
喺呢一間只有700尺空位嘅屋入邊都係冇問題嘅。但係當你年紀老咗，又或者年紀更加大嘅時候呢，你已經掉垃圾去呢一間屋嗰度，已經掉剩可能剩低100尺嘅空間。你呢100尺入邊又要俾自己瞓，又要俾自己行，又要放自己屋企嗰啲家私，你諗下嗰個情況係困難好多嘅。呢個時候你只能夠將你屋入邊啲垃圾一堆堆咁樣清翻出嚟，你先至可以有翻一個乾淨舒適嘅家庭噶嘛。所以大家了解一下，你年紀比較大之後唔能夠捱夜啊，多咗白頭髮啊，又或者容易攰一啲，呢一啲可能並唔係因為你真係年紀大咗，而係因為你嗰啲毒素累積咗喺身體入邊太多，導致你年紀越大，身體越差，而且精力亦都冇以前咁好。咁呢個時候你就要知道翻一啲休息嘅方法，例如話係做運動去鍛鍊翻你嘅筋骨啦，又或者係睡眠充足翻一啲啦。有時候你話年輕嘅時候未必會覺得自己力不從心嘅，但係當你去到某個年紀，即係話你間屋已經執垃圾執得差唔多嘅時候呢，你就會開始留意呢一件事。好多人就會有嗰一刻開始進行一啲養生嘅活動，咁其實根本就係以前後生嘅時候間屋仲有好多盈餘嘅空間，就可以俾佢將一啲垃圾繼續掟落自己間屋度。但係當啲毒素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呢，佢先至會發現自己嘅生存空間越嚟越少，從而去進行一啲養生嘅活動。所以話呢，有時候我哋見到啲阿婆阿伯呢，佢哋做乜60-70歲都仍然健步如飛啊？咁就係因為佢哋本身啲毒素積累得唔多咯，所以佢哋仍然可以用自己嘅身體開開心心咁樣過繼續落嚟嘅生活。大家好需要去擺脫一個信念呢，就係嗰種老咗之後個人個新陳代謝就會低啊，又或者老咗之後個人就會鈍呢一啲嘅信念啊。事實上呢個世界上面係有好多人老咗都好精靈嘅，所以如果你30-40歲開始覺得自己越嚟越冇以前咁醒啊，又或者冇以前咁有活力嘅話，首先第一件事係諗下你究竟有冇善用你嘅身體先，有冇對自己嘅身體好先，咁樣先至去諗其他。唔好成日覺得由25歲30歲開始又抗衰老，其實有可能你根本未必需要抗衰老，你只不過係需要將你以前積落嗰啲垃圾掉翻出嚟啫，即係將你以前積落嗰啲毒素由自己個身體嗰度清翻出嚟。第二件事啦，就係大家要去思考同埋知道自己想要點樣嘅一個生活模式。我哋由細到大呢，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包括我哋自己嘅父母，佢哋都會經常灌輸一啲佢哋覺得啱嘅生活方式俾我哋嘅。例如話你細個嗰陣時應該要讀咩科啊，成績要去到咩嘅程度啊，大個之後去做咩類型嘅工呢？幾多歲應該拍拖，大概幾多歲應該結婚，結咗婚之後究竟生唔生，生幾多個，要儲夠幾多錢去買樓養老，好唔好出去旅行，成世人要去咩地方，呢一啲其實由細到大呢，不停會有人灌輸俾我哋嘅，但我哋其實唔一定要接受別人認為嘅生活模式嘅。就好似有啲人會認為唔想結婚啦，又或者係有啲人係唔想生小朋友啦，有啲人呢，佢覺得成世人唔出去旅行都 OK 嘅。咁個個唔同噶嘛，你想要唔同嘅生活模式係可以噶喎。又或者有啲人成世人都唔中意返 full time，淨係中意返 part time 又得。有啲人細個揾到自己未來目標，做同一類型嘅工作做足成世又得。又或者有啲中意創業做老闆嘅，
大家每個人其實係可以有自己唔同嘅鍾意嘅生活模式嘅，唔一定係個社會覺得個成功方程式係點嘅樣，你就一定要去跟住去做嘅。你係有一啲嘢係可以唔跟住做，例如話你係可以成世人唔拍拖、唔結婚、唔生仔，一啲問題都冇。另外又有啲人呢，佢哋嘅生活入邊結完婚之後就係要老公老婆分房瞓嘅，都係冇問題嘅。大家自己思考一下，你究竟想要一種點樣嘅生活模式？當然啦，如果你話呢樣嘢我覺得唔應該係只係前半世諗嘅，咁我可以一路做一路調整，一路去思考我應該未來想要個點樣嘅生活模式嘅，咁樣其實都可以嘅。點解會特別同大家講一講前半世呢樣嘢呢？就係因為通常如果係女士嘅話呢，前半世通常都會橫跨埋你應唔應該要結婚啦，應唔應該要生小朋友呢一個時段嘅。咁如果你生完出嚟之後先至諗，原來我唔想生仔嘅，咁成件事可能你都後悔莫及噶啦。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仔細地思考一下，尤其是你要知道嗰件事係你想做，而唔係人哋想唔想你去做。人生係自己嘅，所以大家要諗清楚一啲。你唔係因為對方，唔係因為自己老公想要個小朋友，所以你就生咗個仔出嚟。你係因為你真正地想要有一個生小朋友嘅體驗，咁先至去生個仔出嚟。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啲好奇怪嘅諗法嘅，有啲人呢會諗住生完個小朋友出嚟可以同個老公互補嗰啲。你諗清楚一件事喎，生完出嚟有可能唔係個老公養，係你自己養嘅喎。你如果本身對個小朋友係冇感情嘅話，你無啦啦生咗佢出嚟，簡直係你嘅苦難，亦都係個小朋友嘅苦難啦，係咪？所以奉勸大家呢，好好地去思考一下，究竟未來嘅人生你想要係點樣去過嘅。另外呢，就係去揾下自己有咩興趣啦。我可以同大家講，如果你去到60幾歲退休嗰陣時，都仲生龍活虎，都仲未死嘅話呢，基本上你個退休生活嘅大部分時間呢，都係唔知做緊啲咩嘅。如果你揾唔到自己嘅興趣喺邊嘅話呢，咁就等同於你每日天光等天黑，天黑又瞓到天光咁樣嘅啫。你嘅人生係真係唔知自己喺度做緊啲咩嘅。即係為免你老嘅時候都唔知自己做緊啲咩，所以呢，就奉勸大家後生嗰陣時呢，就要去揾一啲額外嘅興趣啦。即係例如話運動上面，你比較中意邊一類型嘅運動呢？唔一定要係你擅長嘅，但係可能係你中意嘅。即係話例如有啲人呢，就中意球類運動啦，因為可以同其他人一齊玩咁樣。咁另外有啲人呢，佢就中意可能係跳舞嘅，因為覺得跳舞嘅時候個肢體好睇，又或者自己控制跳舞上面覺得自己比較擅長。另外有一啲人啦，中意可能係踩單車之類嗰啲，因為中意一路踩單車，一路觀察沿路嘅風景。個個人中意嘅嘢咧都係唔同嘅，咁大家咧就可以趁年輕嘅時候咧揾翻幾個唔同種類嘅興趣。即係運動又揾一個啦，另外仲有啲咩藝術上面嘅又可以揾下啦，其餘嘅技能又可以揾下啦，又或者你話中意打機嘅，打機都係一個興趣嚟嘅。再唔係有啲人話我中意碌電話，中意玩社交媒體，咁你就要去觀察一下，你依家平時碌完電話玩完社交媒體之後，俾你個感受係咩啦？即係例如話，你覺得自己今日碌完電話之後個感覺係非常之開心嘅，咁OK 啊，繼續 keep 落去。咁如果話你本身依家覺得碌完電話之後，第二朝都唔知做緊啲乜，覺得自己好似成個人渾渾噩噩咁樣呢，你就要去反思一下呢一個興趣啦。咁佢可能只屬於你嘅興趣嘅其中之一。你另外需要額外揾其他興趣
嚟令到自己嗰個人生更加豐富。因為如果你碌完個電話之後呢，你揾唔出自己究竟有咩收穫呢，你可能就已經跌咗落一個氹嗰度啦。就好似人哋心理學分析碌嗰啲短視頻咁樣，為咗刺激自己嘅大腦分泌多巴胺呢，就一直 keep 住喺度碌，一路碌一路碌，但係去到最尾成件事完咗之後，完全唔覺得自己今日做過嘢嘅，又或者講唔出一個月之前嘅你同埋今日嘅你有咩分別嘅話呢，你就會越嚟越揾唔到生命中有咩樂趣，越嚟越覺得自己個人生好苦悶噶啦。當然啦，我就唔係叫大家戒咗部電話，佢唔好碌電話，而係平時除咗碌電話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興趣可以俾你去發展一下，令到自己有一種自己嘅生活唔同，又或者有唔同嘅收穫嘅感覺。第三樣啦，就係希望大家好好地去思考你想要嘅社交模式係點樣嘅。因為其實我哋成日會跌咗落一個氹度呢，覺得希望大家都鍾意自己啊，又或者希望大家啲關係都唔錯咁樣。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社交模式嘅。有啲人可能朋友唔係好多，但係有幾個知心嘅朋友已經足夠。有啲人呢，可能就會鍾意個個都鍾意自己嗰一種感覺嘅。但係當然你鍾意呢一種嘅感覺，就唔代表你日常生活中圍繞住你嘅人都係呢一種狀態。因為我哋個個人其實都係會戴面具嘅，我哋每個人對住出邊嘅人同埋屋企嘅人都唔同樣嘅，兩個模樣嘅。但係其實我哋由同一個人相處第一刻開始，我哋嘅衣着打扮、談吐、講嘅說話，其實已經喺度教緊對方點樣去對待自己嘅。如果你想要一個自己希望要有嘅社交模式呢，你就要每時每刻去留意一下自己嘅談吐啦，自己嘅行為上面究竟發放緊啲咩信息俾其他人知道。有啲人明明自己想要一啲真心嘅朋友，想要有人同自己可以談心，但係自己本身又勁假嘅，你點樣去要求人哋做你嘅真心朋友呢？你自己都戴住個面具去對待其他人嘅時候，你希望對方係一個真心嘅朋友，就去思考一下，你點樣對人，人哋點樣對返你嘅話，你對人嗰種方式係咪你自己本身想要嘅先？仲有一啲情況呢，就係大家喺開頭相處嘅時候已經建立咗一種照顧者同埋被照顧嘅模式。例如話你本身係做開照顧者嘅角色嘅話呢，你好容易會喺下一段嘅關係都會變返做一個照顧者嘅。但係你轉個頭又話我唔想成日就係照顧你，我都想俾你照顧一下，咁你就要去識得訓練對方嚟照顧自己啦。有人會問呢，咁樣會唔會算係控制對方啊，試圖去改變對方啊？但我哋可以思考一個情況嘅，就係如果你太多時間去照顧對方嘅時候，對方係會產生咗一個慣性思維嘅，即係就係你照顧對方啦，嗰個人就係接受你嘅照顧咁嘅情況。你冇可能呢個時候無啦啦去責怪係對方，你做乜唔照顧下我咁樣㗎？因為佢已經習慣咗俾你照顧啦嘛，你又唔提出一啲，又唔示弱一下，人哋點知道你都係需要被照顧啦呢？咁如果嗰個人可以自己自動自覺地去突然間 take care 下你，愛護一下你，係佢自己有覺悟，知道人同人之間嘅相處係一種互相依賴嘅關係，但係就唔代表佢一定識得咁樣做㗎喎。所以你一定要喺適當嘅時機展示自己嘅需要㗎喎。呢啲你係自己需要用言語或者行動上面表現出嚟嘅，因為對方真係唔係你肚入邊嗰條蟲，唔知你諗緊啲咩嘅，所以你就要醒目啲啦，自己想要啲咩自己開口，
當然啦，你開口嘅時候態度要好啲啦，唔係嘅話佢就會覺得你喺度埋怨緊佢噶啦。上面呢3項啦，就係我覺得人嘅前半世應該要去學習同埋去認識嘅事情啦。大家又覺得係咪呢？又可以俾少少意見我嘅喎。如果你嘅人生過到去30-40歲，甚至50歲，你都發覺自己未揾到呢一啲點嘅話呢，可能你就要去最近花啲時間去思考一下，去揾一下啦。因為呢個真係可以稱之為係掌握你嘅人生嘅小秘訣啊！揾到之後，令你更加輕鬆地去過自己嘅人生同埋生活嘅。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加多嘅靈性知識啦，又或者個人成長嘅一啲課題嘅話呢，歡迎訂閱。咁之後有新片嘅時候呢，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啦。另外就可以 share 俾自己有需要嘅朋友啦。今日嚟到呢度啦，拜拜。